国民党市议员王家珍和李忠诚共同为着党内推荐少年的新希望。中西区北区的市议员参选人蔡宗豪，参选人因为曾经是罗志强的助理，嘛做过保险的业务。过去的工课中有处理过弱势家庭的投保业务，亲身看到伫咧急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，所因为政府的资格限制，无得到协助，所以想要透过参与政治，希望当帮助经济有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。我们的国家不管是经济、交通，还有科技方面。很多的建设过去都是由国民党打下的基础，不应该漠视这些贡献，只讲仇恨而无感恩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有是中国人寿和台南市政府，还有财团法人台南市秀峰公济慈善会，共同推广的经济弱势家庭微型保险计划，目的是以捐赠保险费的方式，让将近1万名符合资格的台南市民可以享有保障的资格。当时我们到了台南的各区公所，要递送相关的资料给这些需要社会关怀的人。他们非常多的人到了，有非常多的人到了现场，却发现自己并不符合资格。那从他们的眼神中，只看到了满满的无奈和失望。这让我很不舍，也才明白，只靠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照顾更多需要的人。真侪党内先辈分别拢到现场来替宗豪表示祝福。除了替加油以外，同时欢迎经济少年人会当做伙投身到党内来替人民服务。我们要向年轻人表示最大的一个祝福以及欢迎之意。所以说很开心有宗豪这么年轻的好朋友加入我们国民党。我少年人一定机会，大家来支持蔡宗豪，可以替少年人来打拼奋斗，一起加入国民党，为我们这块土地一起来打拼。要起国的时阵本来就较艰苦，没关系，姐姐们还有哥哥们、大哥哥、大姐的就在后面听你欢喜。所以说我替宗豪，我感到我很自豪。宗豪加油！就欢迎讲，咱宗豪会当来为咱国民党提出这个。是处替咱但是所有乡亲来大家来打拼。参选人认为政党政治是需要良性的竞争，加入一个需要有少年人的政党，希望会当透过无同的方式来回馈咱的社会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